有的新生儿因为早产或者是其他因素，造成呼吸窘迫症状，这时阵就要转送到大病院照护。不过，为院外到入院的过程中，新生儿容易失温、缺氧，造成憾事，因此就需要有完善的相关转送仪器设备。新老病院小儿科照护团队特别设置了医护专车，并伫车顶准备了传送型的保温箱、呼吸器、生理监视器等外加设备，让婴幼儿伫转院的过程中全程掌握因的身体状况。新生儿啊，在出生之后，大部分都是健康的。不过有少部分新生儿，他可能在外面的妇产科生产之后，遇到一些孩子可能有呼吸喘的情形。那在新生儿在住院的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是利用外接的方式来帮助这个新生儿能够从外面的妇产科顺利的转到我们医院，进一步进行医疗的照护。那这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保温的设备，还有呼吸的设备，还有监视器的设备。那这些呢，都帮助这个新生儿在转送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安全。历史强调，新生儿转送的过程中，需要特别设备甲专业医护评估，安全的转送有助新生儿的稳定，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